大家成日講嘅兩地牌、三牌、死牌，到底有啲乜嘢分別？其實好容易分辨，三牌就係指一副正常月 set 兩地牌，香港企業同埋內地企業都正常存在，所有車輛相關手續都可以正常辦理。死牌常見嘅有兩種，第一種可能係內地公司被註銷或者吊銷，但係香港公司仍然存在，呢一種牌照就被稱為死內證，佢係可以正常轉讓出售嘅，唔影響換車換司機。第二種就係真正意義上嘅死牌，比較常見嘅就係廣東省內有一啲政企單位所持有嘅牌照，因為某啲原因企業唔存在啦，但車牌仍然存在，而且可以使用。壞處就係唔可以正常換車換司機，想要出手就要連埋車一齊賣咗佢啦。所以小助理建議大家考慮傳統納稅三牌，內外城公司都乾淨正常，後續要辦任何業務都方便。仲要提醒一句，千祈警惕不良商家，唔好俾人當水魚啦。想要靠譜嘅兩地牌，快啲 PM 我哋啦！